家好，我是今日要同乡下做义工运动嘅家人咯。今日特別邀請到我嘅師傅顧亞明先生。冇錯，聽到我鄉下嚟做運動，要做義工以前呢，我先嚟做暖身運動。嘅義工最重要嘅係咩嘅？就係跳戲。所有嘅義工嘅動作呢，都會同跳戲有關。故上暖身運動，就先嚟學習用板嚟跳戲。一開始呢，我嘅腳會打開來，讓我嘅肩頭安尼平發。佢撒下來，我嘅手把種合起來，變到我嘅肚臍嘅部分。跟你跳戲嘅時間呢，我感覺我嘅肚臍由起安尼膨起來。用我嘅屁股撅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最後嘅係8步嘅時間，我撅起撅落來，冇辦法咩冇相關5秒鐘未做到啊！好，嘅側面來看一下，變到我嘅肚臍當中，撅起嘅時間，我嘅肚臍會抬起來，用屁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聽我嘅肚臍嘅時間，會使我嘅肚臍硬硬嘅，安尼就錯嘅哦。好，撅起過後，我跳起呢就用我嘅嘴，咩係8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，再過來100哦，撅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用再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。佢所有義工嘅動作都會配合一跳起來做哦。佢撒下來呢，來做肩頭還有強硬嘅暖身，右手翹起來，變到人那位嘅肩頭，有感覺人嘅肩頭啲後背，要用力嘅去表後背。唔過人嘅強硬呢，我彎片，有拉扯嘅感覺。記得我撅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所以看到後背就動好啊！跳起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彎片，左手變到右手嘅肩頭，去後背嘅感覺。眼睛看左手片，做嚟看到後背就動好啊！來1、2、3，撅起5、6、7、8，動好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。佢撒下來呢，看難一系列哦，手打開來，撅起1、2、3，就做嚟推到你這極限5、6、7、8，動好來做片，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再過來100，1、2、3，我撅起哦，5、6、7、8，分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休息，安尼數。變下來，本也起，安尼壓下去，然呢就係人嘅暖身運動哦。佢撒下來呢就停定人向下來做義工了。佢今日呢，我教大家嘅義工呢，按到扳指法，就係扳人嘅數字哦。佢個扳指法呢，有你口訣清楚愛記得，按到2、4、1、5、3，好，唔知乜嘅冇相關，等下我就提前講，清楚記得哦，寫下來2、4、1、5、3，好，嘅2係乜嘅21，也係數字講係1、2、3、4、5，故上來口訣2就係2也記4、1、5、3，我記得我寫下來達到我嘅本相得一看啦吼。佢個扳指法咧，我用板咧，你看我嘅數係平嘅，
我班牙呢，比如講壓技術，就會安尼傾下來，傾下來。喺講壓做咧平嘅最後，也叫識吐，做咧要安尼要來下來嘅感覺。呢進來，C呢就會壓技 C， 進來1，進來5，進來3，就係2 C 1 5 3。就安尼，好，佢一下呢利用技術向下來做。我做以前呢，我同太師講，壓嘅腳，好，咪去向用來2 4 1 5 3哦。本來係5隻數字條安尼做起來，一下變輕鬆。2時間壓嘅壓技，好，我傾下去，就壓技腳壓食指的腳趾頭傾下去。其他會變輕鬆，東南亞啲天天嘅練習，就一隻腳趾頭，安尼傾下去，手咪強用，傾下去，人嘅腳呢，天天嘅顧下來，腳趾頭我用傾下去哦。你平常時啲副卡呢，安尼傾我1分鐘，佢基本嘅就嚟20秒就好嘞，好20、19、18，好。會準哦，係正常嘅嗬。嘅腳呢，也食指呢用力，其他嘅腳趾不用輕鬆，係講真實冇法度一隻腳。最後嘅五隻腳趾頭呢都會用力，好，你就天天嚟練習就好了。來2，好，天係2，進來休息。嘅牙嘅也手做呢做唔得安尼，做唔得按拳，好，咩做唔得安尼，咩做唔得打開來。就輕鬆的，唔是按純按吃，輕鬆的變過來，好，身體沒強用，屁股肚臍係條線，有一定嘅胸脯，係強用的，好，一下係C 係壓技哦，好來，傾下去，係講有人冇辦法安尼合起來，會打開來冇相干嗬，打開來就打開來，好。從點係壓技而來到 C， 不用輕鬆，然後係準係正常嘅，還記得人嘅腳哦，當然做數就唔記得腳，腳咪聽從天使嘅腳趾去用力，當然嘅啲真係冇辦法就唔係腳趾頭用力，好，然後進來休息。2 4 3來嘛該1，錯嗎？1數字講，好，有你我呀呢做唔得，不用輕鬆，係以後我來下來，其他嘅數字條不用輕鬆，係記得調氣哦。做埋聽咗也順勢咯，2 4 1 5 3嘅，因為呢嘅關鍵呢會影響到你底度嘅5臟6腑。故所呢，停定呀，順勢呢，人嘅氣血就會通哦。聽錯仲嚟青菜溫順勢哦，安尼做唔得哦，哈。好，進來，下來係有人會名字跟我下一冇相關哦，就盡量做嚟做嚟做就好。等好，進來。前面呢3，記得調氣哦。我知道人嘅手嘅筋哦，要來到，喺個冇來到就會喊卡下氣些哦。好，聽說有來嘅感覺。好，進來休息。好，嘅一下呢，我要搞太極嘅一類新嘅順勢哦。喺講從頭呢，水唔落高，用解釋，我搞太極嘅一類橋橋，就係3 3 4 4 5 5，前面嘅4嘅5，向下2擺，好，再個禮拜哦，3 3下來哦，4 4 5 5，前面嘅4係5，向下2擺，好來。所以唔落高嘅時間呢，先做加下嘅2 4 1 5 3，再過嚟做呀哈，嚟3。呢副卡嘅時間呢，按你看電視嘅時間就做得輕，好
1分鐘，以及數字條1分鐘。好，進來，再過禮拜3，當好，記得人家腳趾條唔記得啊哈，去向下來用力。好，進來，撒下來嘛，嗰度4，當好，好，進來，再過禮拜4向2擺哦。記得人家身體有一條線哦，當到運動忝咧，就會同來同運動地啊哈。嚟進來，腳趾頭會記得哦。小指頭應該較簡單，做嚟刺困啊。小指頭用力哈，當好，扳指係數指頭，腳向下來做，安尼規身低度嘅五臟六腑臟做嚟向下來運動哈。進來。2擺，進來，前面嘅係4，係用向下2擺哦，哈，唔是按向外線的按呢，唔是就按呢，不用強鬆，下來，用數字條較難一些，聽說兩支數字條都會有來到嘅感覺，這樣又好哦。當好，進來，再過來1擺。肩條不用強鬆，好，一條線聽出來，隨時到自己體向，冇停痛哦。人嘅腳趾頭兩支腳趾頭，此刻啊有辦法向下用力冇空，前面兩個小指頭無名指應該較簡單一些咧哈。此刻啊，嘅條線就不用強鬆一些，當好。嘅前面腳嘅呢，將來呼吸擺哦，一般嘅氣血，好，係乜嘢呢？2、4、1、5、3，好，我記得哦。嘅係講算唔落高嘅事情，咁解散咯，就係3、3、4、4、5，前面嘅4係用向下2擺，好。下起來達到人嘅平常大意，行過去嘅時候可以下傾下數字條，人嘅身體呢就會較強健咯。大家做動好，我繼續嚟練習咯，嘅一下去淋下水休息一下了。嘅基本呢，我教你扳指法2.0呢，按先嚟練習下人嘅數字條，數字條。唔好按你做起來，咩唔好按你打開來強鬆。第一個小拇指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天天嚟1數，唔好按你嚟嚟哦，就天天嚟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較夾到一些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。紅嘅數分唔好按你力做唔得哦，就按你也唔好停痛，就按數字條按你像彈琵琶咁樣嘅，好按你，好，佢一下咧按你停定來數臂來向下來做，人嘅腳打開一些咧，然後人嘅肩條發一些咧，掛起數肩痛交叉右數二單個。力肩2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幾條，人嘅屁股肚臍有一條線，起啲胸脯，好，以下都係基本嘅動作，聽錯我維持好些。再個禮拜6、力肩4、5、6、7、8、9、轉，數字動員，唔講你做咧，堅持下去。我有失敗哦，一下張第2擺，當好，打開3，力肩唔是按你，好，數唔是按你全都按吃，按你定下條拿蛋糕，天天呢，你細細嘅肩就好咧哈，細細嘅當好。1，動算
双眼开始，加油！转，动酸，还有200，动好，动强，大家动强，还有700。记得跳起的时间就唔会吃到按双眼嘞。好，休息，平安结束。當雙眼嘅你底下係會行卡雙眼啦嗬，人生嚟做數嘅動作，跳用基本固定數身體呀，好，幫每穩一片，穩一片，穩一片，好，來啊，休息好嘛，好，來開始啦，停，1、2。听你的定义讲，稳，用躺到东西，用稳，等好，稳片，稳，身体冇唔記得有一條線啦哈，穩片。稳片，好停。一下呢，也数字 update， 来一下，真是懂双眼哈。这位来幾度就來幾度，10、9、8、7，會順次咯。5、4、3、2、1，穩數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安尼推出去的時間，身體會不會跳起？我來了呀！安尼這樣又好哈，這樣又不用強鬆壓個數啊。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一檔歌。1、2、3，今天不用輕鬆，6、7、8、9、10，等好，一下準備好，再從頭來100了，好，來要天天的做，好，唔是難嘅，100哦，大家加油，好，來，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等好，10。就當一周100哦，你天，按你左片一天，右片一天，也是100哦哈，總共會做100哦。1、3，等好，跳起要記得哦。雙眼，愛你加油。4。一般的哦，加油！一般的6，迄個動腳就低啊，休息。好動哦，7、8，跳起，身體有一條線哦。9，動哦，親密的，10，好，迄個你知道你一片動雙眼，就表示講你有正口用到人嘅數字哈，絕對數分種能力了，你去哦，冇聽眾人嘅數分就懂，有可能會錯上哦哈，聽眾會記得，好，休息一下，一片好，100，加油！準備開始，還有真嘅魔法圖就做一做較夾掉一些哈，做者1，安尼右片左片係100哦哈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
叫做眼耳孔聽錯愛經過蛋糕，到眼耳孔經過眼身體，到眼耳孔哦，總嚟啲條線，啲身體上來，當好，現在記到一條線上來，當好，加油加油，會好嚟哦，還有2擺。我練定啦嗬，5、4、3、2、1咯，記得哦嗬，5、4、3、2、1，口訣嗬，記得，仲得亂睇哦，前面唄，調氣，絕氣，調氣，休息，好，數呢強用，我來一下，呢個冇來哦，田公英會很卡順嘅咯，嗬，做係人呢，聽錯我來一下，穩片。做你來幾多就來哈，調前嘅時間呢，胸脯係後背，哎來，做你做幾點就幾點，也調起，上邊嘅時間減調，不用輕鬆哦，唔過唔要做你起幾個就幾個，唔過減調不用輕鬆，係你用來嘅感覺。休息哦，一通常呢對人嘅氣血循環都非常好。故上呢做皮膚科呢，也半指法2.0嘅大擺呢，都會做左片右片加起來，會做10擺哦。好，睇見啊，做皮膚科嘅時間呢，會多多嚟練習哦。好，也就係基本嘅教嘅半指法，下一擺再見了，拜拜。